其實青山公路咧早前已經完成咗道路擴闊工程，舒緩咗一啲交通擠塞嘅問題。再加上已經通車嘅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機組人員咧係租我哋呢個區域嘅。咁再加上最大嘅發展咧，就係講緊政府而家落實咗興建11號幹線，咁將會喺2033年或之前通車。咁到時呢一條幹線通車之後咧，會比起現時出市區快25分鐘㗎。再加上咧，其實而家政府咧銳意發展北部都會區，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個區域咧好適合打造成一個北部都會區嘅後花園㗎，因為我哋呢一度擁有沙灘、酒店、遊艇會同埋一個好長嘅天然海岸線，咁所以其實好適合一啲追求高端生活嘅人士咧去居住㗎。而且我哋區內嘅道路發展規劃都開始逐漸完善。咁除咗我啱啱所提到嘅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之外，非常之快可以聯繫到機場，加上港珠澳大橋，可以1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去到珠海或者澳門。而且仲有深圳灣大橋可以聯繫到前海同埋深圳灣個區域，咁所以變相都比較適合一啲來往國際同埋中港嘅兩地人士居住嘅。總括嚟講，屯門青山公路沿線選擇相當多元化，好似頭先講到嘅香港黃金海岸以及愛琴海岸，交通方便之餘，配套又齊，啱晒想上車嘅朋友。區內仲有滿名山呢類年輕豪宅，以及老牌屋苑、蟠龍半島呢啲高私隱度洋房，滿足到唔同階段同預算嘅置業需要。無論你係第一次置業，定係想升級換樓，呢度都可以揾到心水嘅理想居所。